那是跟他照伊的字面看，应该是。你讲看麦，讲有可能遐尼简单。没，有可能哦，就可能的机会，讲个都有机会。烘炉茶。哦，袂歹啊。听起来敢若有这款茶，烘炉茶。好，来，我问哦，来，老师是咪红炉茶？对，正确。开机啊！来，我走。小黑弟了酒呢。好，来，这个哦，我调工牛伊的啦。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咱这个足水的迄个队长吼，伊的腔口若像拄到泉州腔，嘿，啊无我本来想讲，因为配合腔因即个风，咱转第7条风，啊毋过因的第5条会转，一般大家是感觉讲甲转第3条，毋过其实因是较低平音，所以会扭较长风路，啊第因毋是像咱的第5条，伊会搁较关音，所以听起来足水的风路地，安尼对。啊，若有其他腔口，可能有其他的茶啊是啥物，嘿。